美国总统拜登找5到美国民主法官第宾州正式展开2024连任竞选活动，伊大力批评目前可能的上大竞争对手 Donald Trump， 讲伊是美国民主的严重威胁。The choice is clear. Donald Trump's campaign is about him, not America, not you. Donald Trump's campaign is obsessed with the past, not the future. He's willing to sacrifice our democracy, put himself in power. Our campaign is different. 美国总统拜登2024连任竞选的头一场造势活动，选伫宾州瓦近福地国的纳中镇举行。福地国是250年前开国英雄交伫华盛顿，集合兵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战场。拜登伫演讲中甲家己讲是美国制度的捍卫者，结果若是川普搁再摕到政权，安尼民主就会有危险。Calls those who oppose him vermin. He talks about the blood of America as being poisoned, echoing the same exact language used in Nazi Germany. 这天拄是国会暴动30周年前，这个事件引起司法部有史以来规模上界大的调查。到2023年12月初为止，差不多有1240个涉案人互人抓去，罪名为非法侵入的轻罪，到煽动反乱的重罪不等。350个案例也搁伫审判。当伫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资格的川普，嘛是其中一个。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牵涉到反乱的理由，裁决川普无资格参加州内的总统初选这个案例。联邦最高法院初步接受川普伊的上诉，佮宣布会伫2月8听口头辩论，判决结果全国适用。But all I want is fair. I fought really hard to get 3 very, very good people, and they're great people, very smart people.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初次公布一份标题叫做“出售白宫”这个国会报告，讲川普任内差不多有20个国家伫伊的名下产业开至少780万美金，中国以550万美金排第1，第2是沙烏地阿拉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